撐警大聯盟、正義聯盟同藍絲帶運動喺尖沙咀鐘樓舉行集會期間，有人衝突。無線電視一個記者同2名攝影師走近採訪時，被一班集會人士包圍。攝影師先被人扯甩眼鏡，再被人箍頸。呢一班人不斷辱罵記者。有人仲拉記者嘅呔。呢一個記者嘅額頭、眼都有傷痕，眼鏡都唔見咗，3樓都被扯開。10幾個警員組成人鏈分隔雙方，護送記者同攝影師去尖沙咀巴士總站方向。但集會人士仍然追上去，呢個男人不斷辱罵記者。記者同攝影師喺警員護送下上咗警車去尖沙咀警署協助調查。事後呢一批集會人士同多名警員握手，表示支持警方，然後繼續集會，未見有人被警方帶走。翻集會會場唔好坐住個巴士站，我哋係和平嘅，我哋係理性嘅。不如你話係和平散去喎，和平示威喎。我冇話，頭先唔係我啊，我冇話和平示威啊，我叫人走開咋。你嗰頭先唔係和平示威，但你冇撞到我。較早時，1名港台女記者亦被人踢中腰同埋腳。佢採訪集會時，有參加者質疑佢記者嘅身份，當時佢已經佩戴咗記者證。集會人士起哄同推撞，混亂期間記者被人襲擊，到醫院驗傷。有線電視記者任曉峰報導。